依家我會為你介紹用橡筋帶訓練三頭肌嘅位置。站立姿勢，腳與肩同寬，然後保持腰背挺直。我哋而家開始啦。首先，左手緊握住橡筋帶嘅一端，然後右手一樣喺後方緊握住橡筋帶嘅另一端。記住，右手我哋要固定住橡筋帶啊。然後左手用三頭肌發力向上伸直。緊記我哋千祈唔好過直。我哋保持住呢個動作3秒鐘，感覺三頭肌收縮，然後慢慢返回起點。我哋而家一齊做10下咯喎，1、2、3、2、1、2、3、3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5、1、2、3、6、1、2、3、7、1、2、3、8、1、2、3、9、1、2、3、10、1、2、3。做得好，我哋而家做右邊咯噃。首先，同樣我哋右手捉住橡筋帶嘅一端，左手捉住橡筋帶嘅另一端。左手記得固定住橡筋帶，右手三頭肌向上發力伸直，記得千祈唔好過直。感覺三頭肌收縮，保持住呢個動作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慢慢返回起點位置。我哋又重複10次咯噃，1、2、3、2、1、2、3、3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5、1、2、3、6、1、2、3、7、1、2、3、8、1、2、3、9、1、2、3、10、1、2、3。做得好，記得我哋每邊要做3個組合，組與組之間要預留2至3分鐘休息嘅時間。緊記我哋要保持暢順呼吸同埋腰背挺直啊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